位将士，我嬴华临危受命为秦王，肩负社稷江山之重任。芈氏母子谋权篡位，大逆不道。我与王弟们联手，征伐芈氏。诸位若能助我成就大业，当裂土封疆，绝不相负。谨听大王之命。好，寡人绝不负诸位爱卿今日之功，为旗开得胜，干！你们跟着我蒙骜出生入死多年，我想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。像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人，要么就是不能继承家业的庶子幼子，要么就是没名没姓、没有好祖宗的平头百姓。就算公子华他得了王位，他还是恢复旧制，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如今秦人陷于内乱，我们与其给那些宗室旧族做鹰犬家奴，还不如去投效一个能够给我们公平的君王。至少心里头明白，我们拼死拼活的打仗是为了什么。如果我们战死沙场，我们的家人，他们又能得到怎样的保障？将军说的对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听将军的。朕得到消息，公子华自立为伪王，恢复旧制，倒行逆施。另外一些叛乱公子的兵马也已经开始向雍城集结。我大秦王者之师95之尊，从今日起，我等将征伐诸公子之乱。楚礼吉，臣在。朕命你亲自起草讨伐檄文，将嬴华等人背道逆礼之罪昭告天下。遵旨。丢锐，臣在。你为中军主将。遵旨。白起，臣在。你为中军先锋。遵旨。魏然、李荣，臣在。你们各领一支人马，分头为左军和右军。我要你们依我的旨意，听从雍大人调遣，征伐雍城之叛军。遵旨。望尔等齐心协力，共同剿灭叛军，保我大秦一统江山。臣遵旨。真好。报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报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司马错将军与义渠军平定蜀中之乱！司马错将军与义渠军平定蜀中之乱！捷报！什么友谊？喝了这么多的药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太后，您消消气，这兵来如崩，兵去如灯，急不得。我不是急，我是恨啊！嬴华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他也能算是一个大王。不但朱公子没有几个甘心跟随，就连他自己的将士都拢不住。这芈月的兵马刚要打来，自己底下的将士就散了一半。平日里天天围着我转，
这10天半月人呢？这人都干什么去了？他打的什么主意？惠后，如今王军与兵临城下，咱们得想想退路。退路？往哪儿退呀？这世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就连自己的至亲骨肉都靠不住。我往楚国写了多少封信，没有一封回信呐！没有一封回信呐！珍珠，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鹤顶红，惠后，你得给我备着，到时候放在手边，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。惠后。夫人，这是您的凤冠。大王真是孝顺，让雍城最好的缝纫绣娘做出来的嫡衣，一点不比咸阳宫里头的差。这会不会僭越了规制啊？夫人是大王的亲生母亲，就是该让天下知道大王心里头最敬重的人是谁，免得人前人后让惠后压了夫人一头。快扶我起来！夫人，王军已经开始攻城了。大王，南门也兵力空虚呀，北门也快顶不住了，损失惨重啊！是啊，大王，大王，速做决断呐！大王，报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王军已经是魏雅和白起的人马已经破城而入了啊！这大王，怎么办？大王，莫慌，你们几个快随寡人冲出去！是。杀出去！是。先生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魏国。
知本王心性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杀进雍城了。公子华呢？甘相呢？公子华生死不明，甘相也不知去向。惠后，我们快走啊！我让你准备的鹤顶红呢？给我，给我！别在那装模作样，请吧。王君来了，夫人。花儿等急了，快把我的笛拿过来。将军，夫人，快去。笛。起来，换上笛，帮我把头发梳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彩萍，你听，是花儿。车马仪仗的声音，是花儿的人马来了。花儿特地派人来接我了，夫人。夫人，你看呀，花儿用的是王一鲁柏。魏家盾，威风凛凛。我花儿，当上大王吧！快帮我把笛穿上！快！
禀大王太后，我王军攻下雍城，生擒公子华和芈姝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臣恭贺大王，恭贺太后，兴许大秦社稷，从此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，万国来朝，千秋太平。自此，在秦武王嬴荡死后，被史书上称为季军之乱的秦国3年内乱彻底平定。7位参与叛乱的公子，如今都已被囚禁。敢问大王太后该如何处置？秦法上规定，叛乱之人当如何处置？处离子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臣以为当斩。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他们都是先王之子，纵有罪行，怎可与庶民同责罚？是啊，都是公子王孙，纵然是谋反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只是不关痛痒的轻罚几下。江山社稷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，全然不顾祖宗庙堂使路出没，8乡4野豺狼横行。3、5年后，他们高兴了再反一次。谁在意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？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同儿戏。枉死几万兵士、数十万庶民，已如大风吹过，片叶不沾。如此国不成国，法不成法。一旦外敌到来，江山覆亡，呜呼哀哉，灰飞烟灭。太后，老臣愿意监督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再生事端。楚离子，你已经多大年纪？他们多大？你能活得过他们？你要知道，今日我把此事放到朝堂上来讲，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：乱我大秦者，当如何下场？太后，赵廷尉，依国法论，全部处斩。太后，你若将诸公子处斩，老臣再不敢立于朝堂了。我不受任何人要挟。
太后前来拜访初离子。恭迎太后。拜见太后。仙儿、慧儿跟我进来，其他人在外面等着。是。敲门，是我，芈月。太后，天色已晚，请太后回宫吧。内忧外患，刻不容缓。老臣已经递上了辞呈，我还未允准，也绝不会允准。臣与太后还有何用？你可以与我无用，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，与嬴氏家族无用。我要你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，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。我不情愿。说气话无用，作乱的朱公子，我是一定要杀的。从孝公开始，到先惠文王，秦国实行商君之法，纵然是王孙公子，无君公者不得受爵，就有权贵的势力要年年削弱。秦国的天下仍是嬴氏的天下，但谁作乱谁作死。嬴氏家族的子弟们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去引导他们安分做人，用心做事，稳固大秦的社稷江山。臣老了，看不懂世事，料理不了朝政。太后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，还是请太后回宫吧。不要紧，我在燕国见过比这更大的雪，更寒冷的夜。我会等你出来，与我一起议政。你一刻不出来，我等你一刻；你一夜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夜；你一世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世。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也不出来。太后如果自己愿意等，那老臣也不勉强。老臣要歇息了。
香儿，我的排箫可带在身上。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奴婢走哪儿都带在身上。太好了，红梅白雪，就差一曲好乐。把它给我。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吹啊？这排箫不怕手冷，怕的是许久不吹生疏了。太后这是在吹楚曲。知道我为何独爱楚音，不仅因为那是乡音，更因为它能让我警醒。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，却渐渐没落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些旧族们固守旧制旧法，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。今日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，秦国就有可能倒退，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辙。有关法度国家大事，绝不可退让。太后，楚离子，你起得好早。来，起来，快起来。太后。
好在燕国时练出来了。我们在燕国时，极冷的天气却买不起炭火，几次差点冻死。楚离子，坐。你们两个也去取暖吧，让我的侍从送些热姜汤和早膳给太后。是。还是楚离子想得周到。老臣可不愿意做让太后生病的罪魁祸首。你对我有怨气，却拿我没办法。老臣自然没办法。老臣不及太后。你何事不及我？老臣聪明不及太后。错。若论聪明，世人都说智如初理。你不聪明，谁还敢说自己聪明？太后取笑老臣了。我的确不如你聪明，但你却拿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能豁得出性命，吃得了辛苦。我虽出身王族，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，一无所有。我不墨守成规，也不怀挟偏见。我既能一掷决生死，又能一笑泯恩仇，这些你都不如。楚离子，你聪明，但你又太过聪明了。未虑胜先虑败，未虑得先虑失。你的聪明害了你。我要除掉谋反的公子，你心痛了。我不跟旧族们妥协，不承认他们借战乱掠取的土地，你怕开罪了他们。我要凭功论赏，改革军制，你怕军心不稳。我刚刚针对顽症痼疾略施药时，你就觉得四处风雨飘摇，江山不保。你呀，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是我赢视江山，生死我都跟他绑在一起。若有一日天下大乱，太后躲得掉，老臣和大王却是躲不掉的。你若真心忧国忧民，就站到朝堂上去，不管谁妒国害民，都与他势如水火，不共戴天。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，嬴氏子孙呐。是啊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，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。可是楚离子，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，想一想，若过10年、20年，有一日，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、新权贵，所有生活在我王旗底下的都是秦人，如同700年前，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。那一日，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礼，诸侯之间再无战争，四海归一，天下奉秦，国泰民安。楚离子，你可敢愿大秦有这样的一日？太后雄心虽好，谈何容易？别忘了，我秦国刚刚被人割去不少国土城池，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。他们趁人之危，我要他们如何从我手里拿走的，就要如何还回来，并且要加倍奉还。他们不会任凭太后摆布的。不是？怎么知道？好，老臣愿与太后打一个赌，不敢说天下奉秦，老臣只盼望
秦国能恢复到先惠文王的盛况。楚离子还是心有宏愿的人，天下奉齐是秦国的必将成就。或许你我有生之年见不到，但该要我们的儿孙替我们做。说到恢复先惠文王的基业，我与你10年为期，如何？老臣敢为太后鞠躬尽瘁，是太后为先下功惠文王。可如果10年期到，太后没有实现承诺，那太后就退居内宫，不能再行干政。好，君子一诺。好，老臣与太后即按3下为约。公元前305年，叛乱七公子在咸阳伏法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行刑！母亲，我来了。大王，我来看你了。记得那一次，你带我出游，拜谒商君之墓。当时我糊涂着，我想你既然恨他，为何要祭奠他？你祭奠他，为何却要让他的尸骨埋在荒山之中？可此刻，我总算隐隐绰绰知道了原因。有些人尽管活着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但有一日，他的信奉却不知不觉地会成为了你的信奉，存留在你的心头，在你的血脉里，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这杯酒就敬给那个让你爱恨交织的人。你是秦国后宫所有女子的夫君，于我却是第一个男人。我曾经爱慕于你，依恋于你，视你为父为兄。你对我有桃李之交，开导蒙昧之恩。尽管妇人之情与你是最看轻的，远远比不过江山社稷，但你却给了我从未给过其他妇人的信任。这第二杯酒，我敬你，谢你使我自重自信，从不妄自菲薄，才有了今日的秦国太后。
第3杯酒有些难了。我一直问自己，倘若你在世，是否会情愿拿你那7个公子的性命，来换取秦国天下的长治久安，换取商君之政的重新推行？我狠心做了一件世人都觉得为难的事，但若是不做，只怕秦国就要为难。我今日站在这里，是想对你说，我所谋划的，正是你曾梦想过的王图霸业。有朝一日与地下相逢，我可以站在你面前对你说，我无愧于你大王嬴驷，无愧于嬴氏列祖列宗，无愧于秦国先驱的王陵。木心，你可知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？我们那边都说冬有300是丰年。宫内一片祥和之气，不知那会后在清凉殿怎么样？那清凉殿并非冷宫，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，用度减了一些，倒也没大委屈的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了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应女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应女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她不用跪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，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与我争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，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你都赢了，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
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是狄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？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姐姐还没有忘记，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的当初。那时候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我们很快乐，那又如何？小孩子终究会长大，长大了，懂了，才知道人生无常，人心会变。假若能回到过去，姐姐是否愿意？你我都已回不去了。不曾试过，怎知不行？是什么？怎么是？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？能让先王与我情谊如初？能让荡儿起死回生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？假若没有那么多的纷争，你我能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你我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狄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，是姐姐不愿意回去。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，你的身份就变了吗？能与我平起平坐？当年我与先王成亲，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。先王对我温柔多情，而你们几个应女就坐在那边的地上，夜夜服侍。再过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，大秦后宫也会记得我芈姝，记得我这个惠后。没有人会知道你这个八字的。万一事与愿违，姐姐说的都是错的，那我也要将错就错，一错到底。我的人生告诉我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
孤家寡人。你若真想成全我，就杀了我吧。我不会杀你的。你不杀我，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，白白折磨我，让我生不如死吗？姐姐，你又错了。大秦只杀强敌和对手，如今姐姐孑然一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杀你作何？既然你已不是对手，我折磨你又有何趣？你虽名位已无，但你仍是我的姐姐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对我的情分，保你衣食无忧，在清凉殿安度余生。不，你是不敢杀我。我是敌，你是应，你不敢杀你的主子。你希冀你永远为主，我永远为奴；你高高在上，我沦落尘埃。可如今世道变了，我与你之间的一切到此已经全都结束了。从今日起，重修商君之法，凡违法者，皆一律处置。由初里集主持清理井田，开立新的阡陌封疆；由魏冉主持清查兵籍，确认军功勋位；由雍瑞主持清查户籍，编定户口，重定赋税。由米荣主持颁布标准衡器，统一度量衡；由司马错主持蜀中事务；由白起主持戎狄异俗等事。谨遵太后之命。听到没有？好像是我们的楚乐。大王大婚的日子快到了，洞房就安置在长乐殿。这阵子，乐师们正在演练楚乐。可不是，听说明日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该进咸阳城了。你们把楚国公主的画像给继儿送去，她可中意？大王只看了一眼，就红着脸走开了。大王已经成人了，知道害臊了。在我们面前啊，不像过去有什么说什么。你问他，他反而更拘着自己。楚国公主端庄持重，听说她娘亲是楚宫的赵美人，人生的漂亮，招来男后郑袖的妒忌。母女在宫中吃过不少苦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吃过苦的人知道好歹，一定和咱们大王贴心。太后，雍大人来了，请雍大人进来。是。太后，坐。谢太后。雍大人，请用茶。谢太后。太后可知道，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要到咸阳了？驿馆那边可安排妥当？已经安排妥当。此外，楚国质子也随送亲的车马一起来了。这么说，他们真把太子恒送来了？是。
与太子恒一同前来的还有楚国使臣。虽说这是两桩事，但可做一桩事办，就都安排在驿馆里吧。我是做过质子的人，知道质子的苦楚，不要怠慢了他们。是。太后可想知道，陪太子恒一同前来的楚国使臣是谁吗？谁？太后的一位故人，黄公子，黄歇。拿下去吧。太后只吃了这么一点点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要不然奴婢让太医来请个脉吧。不必了。昨日楚国质子到了咸阳，不知他们是否呈上国书？奴婢这就让人去打听。要不奴婢去驿馆看看？看看。月儿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应该在操练兵马吗？我突然想你了，就回来看看你。是出什么事了？没出事啊。啊，没事就好。月儿，我想让你陪我出城散散心。我出宫都不易，哪能说走就走？跟你去城外散心？这些年我们一直分多聚少，草原的女人那可都是跟着男人走的。别说傻话，我哪能丢下朝政跟你走？你做什么？还没一点动静。胡闹！我们草原的老人可说了，女人只有怀上孩子，那心才会被真正的拴住。你真会给我添乱！我虽没怀上孩子，但我的心早就被拴住了。那好，那我们此刻就怀孩子去。来！哎，别闹！我有正事要告诉你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楚国公主来了，过几日就要给继儿大婚了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你儿子嬴稷他不喜欢我，我何必要去自讨没趣啊？楚国还来了别人。爱来谁来谁，有你就够了。你真好看，你比画像里还好看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对了，王后，你是叫米瑶对吧？那从今日开始我就叫你瑶儿吧。你别害怕，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。是。你父王对你好吗？那你嫁到这么远来，你想家吗？想是想，不过太后，我的姑母不是也是这样嫁过来的吗？如此一想，便好些了。你有话对我说吗？太后她好
好相处吗？我母后，你放心吧，我母后她不会难为你的。那你呢？我就更不会难为你了。大王，你爱吃什么膳食啊？我爱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你爱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你会厨艺啊？嗯，以前母亲病着，想吃家乡的菜，膳房又叫不动，我就自己动手做。我知道你不是嫡出，可是你母亲怎么会受那样的屈辱啊？南后郑秀不喜欢我母亲。原来你也是受过委屈的人。我不怕受委屈，只要我母亲高兴。你这手是怎么伤的呀？儿时不小心被木刺扎中，又不敢叫太医，所以就……你放心吧，瑶儿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。太后，楚国质子和使臣到了。宣他们进来。是。楚太子恒拜见秦国太后。楚臣黄歇拜见太后。太子不必多礼，你们起来吧。你今到秦国为质，你我虽有亲义，但也只能先述国事。望你在秦国多走走看看，通晓秦国国情，广交朋友，安分度日。不要出了什么差池，免得坏了两国情谊。多谢太后提点，恒当恭谨自处，安分守己。这样就好。子歇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太后牵挂。木心，小的在。大王要召见楚太子，你带太子恒去承明殿吧。是。如此，恒先告退了。黄歇告辞。子歇暂且留下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问子歇。子歇，坐。你过来，坐到这边来。其他人都退下。你再略许往前些。你若不过来，我看不清你。月儿闭着眼睛，都会看清我的模样。这几年，我自己都快看不清自己了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。月儿心里明镜一般。
你好，就再好不过了。玉儿哭不得，你已经是太后了。太后哭不得，但月儿尚可哭。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月儿，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桃园里，你拿软鞭打鬼子？你告诉我，说我看起来实在不像个公主。像公主的人，又没你能干。白马玉鞭，金佩银鞍，还是你教会我打软鞭的。我那把人人羡慕的软鞭，却是你送给我的。我曾深恨在楚宫里的那段日子，只觉得度日如年，一心想要逃离。可如今想起来，楚宫虽苦，但与你在一起的时光，却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无忧的日子。于我而言，更是如此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可惜眼下桃子已经收获了，只剩下桃林。年年岁岁，桃花相似。岁岁年年，人已不同。玉儿，你这些年在秦国的遭际，我都知道了。义渠君对你有大恩，的确如此。我与他生死相依，性命相许。我既感激他，又羡慕他。子谢，感激他能够真心的对你，护着你；羡慕他能够为你做这一切，而我却不能。不必说了，我这一世没有人会比你更懂我。于我而言，也是一样。既然你这次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我是楚臣，我是陪楚国之子来的。楚臣又如何？你比我更知晓楚国。如今楚国是一潭死水，屈原被逐出郢都，老朝阳专横昏聩，郑袖和晋上一手遮天，太子恒的地位岌岌可危。你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无所作为，不如留下来，你来做我的右相。月儿，我若想留在秦国为官，何必要等到今日呢？那好，那就连太子恒也一起留下。楚王昏聩，郑袖一心想除掉太子恒，让自己的儿子夺楚。你们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未必能让子恒保住太子之位。重耳在外而存，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可以支持他，
让他成为楚王。你既然如此不看好楚国，为何还要与楚国联姻呢？当这个太后屡屡筋疲力尽，无计可施，权衡眼下实力，只有秦楚联盟，才可以共同对抗赵、韩、魏、齐4国。子歇，你最懂我，算我求你，留下来帮我。玉儿，我虽不能在秦国朝廷为官，可我若留在秦国一日，我就帮你一日。只是有一日我若不在了，也就帮不了你了。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倾其所有，也不会让你走的。你如今有的是大秦的天下，你对我不该倾其所有。你值得。太后和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这就叫做阴错阳差。义渠君也是个好人，只是闪开！开始好，这地儿不错啊！滚出去！走开！我坐下。大王，坐，走快滚！这个怎么办呀？戎狄野人又来了，能怎么办呢？白吃白喝白拿，每次来了还砸东西，只求他们不杀人就好啊！点睛，拿酒来！快点，快！哎，就来了！这边，大王喝酒。大王，叫他们换大碗。点睛，拿大碗上酒。快，来了！来，吃！大王，这肉没我们草原上的香啊！就是啊，我们的牛羊是现宰现吃，哪像这里吝啬小节，宰好了还要挂起来晒，吃一块搁一块，晒了好几天的肉，早都没肉味了。有酒有肉，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啊！大王，兄弟们是想家了。这咸阳城好是好，但跟咱们草原比起来，那太憋屈了。不但事事都要受人家的管束，就连平日的酒肉也都不合兄弟们的口味，嘴里淡出个鸟来了。你们那是闲的，就想着白吃白喝的时候了。告诉你们啊，等打起仗来，看你们叫唤什么啊！大王，这何人能打仗啊？兄弟们呐，这手都痒痒着呢。快了啊！太后说，谁跟谁打，他就谋划着他。啊，那一定是跟楚国联手一起打吧？这怪不得连楚国的黄公子都来了。哪个黄公子？还能有哪个？就是那会儿在燕国跟大王一起救太后的那个黄公子黄歇啊！你忘了？我当时还想抢大王的女人呢。他呀，啊！昨日我在街头还撞见他了。他说是出使秦国送楚国的质子来的咸阳，还要在这住上一阵子。要我说呀，大王，那小子对太后就没安好心。这依我看呐，
后，你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太后今日容颜照人啊！啊！香儿，你去给义渠君倒杯热茶。是。今日太后穿的是哪件地衣啊？绣有青鸟的那件。为何没有穿那件绣朱雀的？没有为何，只是信手拈来。这青鸟乃楚国神鸟啊！见楚国质子，自然要穿绣有青鸟的地衣啊！太后今日梳的发髻也不一样。祥儿、慧儿，这也是楚宫里的样式吗？太后今日的梳妆，只是觉得好看便这样梳了，并没有着意梳楚妆。哦，还是楚妆好看。记得义渠君过去从未在意过我的衣饰妆容。在意啊，只是以前觉得你穿什么样样都好看，都顺眼。不过今日才知道，这衣饰里面还有那么多学问。你今日喝酒，竟把你的眼光都喝挑剔了。以后这酒还是少喝些。香儿、慧儿，扶义渠君进去歇息了。是。这酒啊是要喝的，哼，我不喝，怎么知道太后的母国来人了呢？啊！上好的衣料啊！看一看，米糕、菜，看一看，花木，上好的衣料。这什么呀？哎，走开！哎，哎，你看这不错啊！是怎么样了？用这张蓝皮换你的手势，我要了！不行，不用给钱的，要拿钱买的。我要了！别听我要了！什么钱？赶走你不要钱，就是给你脸了！哎，怎么能这样？我的脖子，你不要给钱了！别老子追着要钱过来，我看你想挨打啊！你给我要什么钱呢？谁在兴师捣乱？给钱！抓起来！这莲子羹太苦了。太后外感风邪，喝点莲心汤可以去暑。太后，怎么了？回太后，咸阳城里出乱子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昨日禁军和义渠人在街市上打起来，很多人因此而受了伤。伤得重不重？眼下已无大碍，受伤的人都被送去就医了。以后这种事情要早点来通报。这种事也不是一日两日了，咸阳城中屡屡发生义渠将士在街市醉酒蓄意伤人，还有在集市上拿东西不给钱打伤商贩的事件。百姓是怨声载道，敢怒不敢言，因为知道义渠人性情彪悍，习俗不同，又知道他们与大秦有功，所以都隐忍下来。没想到义渠将士变本加厉，以为秦人怕了他们，所以更加肆无忌惮。木心在，召处离子到宣誓殿。是。香儿、慧儿，替我更衣。是。处离子，咸阳城中出了这等大事，你怎可不告诉我？若当真演变成了义渠人与秦军在咸阳城中的混战，那该如何收拾？太后今日不问，臣也是要说了。太后纵容义渠人，还要到何时啊？若说当日他助大王登基有功，
当年禁军中鱼龙混杂，他护卫恭敬有劳，那太后以金帛土地封赏也就够了。太后与义渠君有情，单留义渠君在宫中，纵有闲言都是小节。可如今，义渠人的营帐就设在咸阳城内，他们在咸阳屡犯秦法。虽然臣曾答应过太后辅佐内政，但若是太后再这样纵容下去，只怕臣难以继续坐在这个相位之上了。义渠人生长在草原上，放马牧羊，行猎征伐，以物易物，并不通晓市集交易。他们在外征战，回到部族之内，所有东西都是共享的，所以也不懂得在咸阳城里拿东西是需要给钱的。他们习惯了大块吃肉，大口喝酒，一言不合拔刀相向，原也是旧时风气。若是在草原上，是习俗，可在咸阳却是犯禁，是违法。太后所言极是，这里是秦国，不是义渠。太后曾经说过，秦国推行商君之法，无论王公大臣、庶民百姓，都必须遵守，违法必究。可若是义渠人成了法外之臣，那秦国的法度岂不成了一句空话？处理子的话在理。眼下义渠人是匹野马，驯好了可以驰骋疆场，驯不好就会撕咬伤人。所以当务之急是你我必须尽快想个办法，如何给他们带上缰绳。